台中市逢甲夜市有一间叶红仔鸡台的店，7月7早起有红放火，火是真紧就拍花，有3台的鸡台小派哦。附近就是逢甲大厦甲徛街区，所以大家拢真紧张。警方嘛已经透过监视器锁定一个27岁姓柯的查甫人，以公共危险罪甲伊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监视器画面翕到穿乌衫的查甫人，亲像提来打，拍算要点到手中的物件。过无偌久，娃娃机台都火烧起来，查甫人随骑机车离开。7日早起8点左右，台中市西屯区文化路的一个商城的叶红仔机互人放火，火势真紧，就互拍花，无人伤亡。最后有3个机台受损，管委会甲其他业者拢谴责这款行为。还是无好现象啊！这种行为袂使互人做就对。这公安那些是对的。本来就有游戏规则，对啊，如果你为了那个10元就做犯法的事，会有那种恐惧之类的。红放火娃娃机台也放伫现场，内底部分的商品已经互烧害，娃娃机业者暂时无对外回应。这个开放式的商城，就位伫逢甲夜市，挖进逢甲大厦甲上千户居民的大平新城。火灾行动附近的住户，警方是介入调查，发现27岁姓柯查甫人小无当嫌。你看这些建筑物都是那么接近啊，那个火势本来就是啊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。嘿，这对呀，会啊。许姓男子涉撞险，遂派员前往通知到案。讯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台中市第6分局事后通知姓柯查甫人到案说明，伊家己讲是无说理，点着边的纸箱仔，也毋过对动机甲手中点到什么款的物件拢无交代。专案由原以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